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初七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大家头先就来报连载。第二阵寒流已经来到位，北部暗时有机会落到6度。拜五6仔时阵是上届明显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今暗时开始有机会落雪。美国华府车辆发生规模正大的暴动，也宣布宵禁12点钟，从入去国会扰乱的民众上无有4个人死亡。今仔日早起用时新的方式举行美台政治军事对话，这会议底也讲到军事武器买卖，也有中国威胁。讲到入冬了后，第二阵的寒流已经来到位，全台湾是愈暗愈冷，北部地区暗时有机会落到6度。拜五6仔是寒流上界明显的时阵，也因为这阵寒流是10个冷，气象局表示讲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伫今日暗时开始有机会会落雪。北部加东北部的地区，明仔载规天也是有机会落雪。寒流到位，全台愈换愈寒。气象局下晡更新低温直报，显示初七暗时甲初八之时，嘉义县市以北拢是非常寒的状态，气温可能伫6到10度以下。台南、高雄、台东、澎湖是寒冷状态，只有屏东县无在内。今天晚上一直到后天清晨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候。那预估呢，就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地区呢，可能会出现6到8度的低温。当然，沿海空旷还有近山区的平地，可能还会再更低1-2度。气象局分析，这一波寒流继续冷的时间比跨年较长。拜五甲拜六是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间，北部平地是6度，中南部低温也就7到9度。花莲台东低温10度，暗晡有落雨，感受也较寒。离岛金门7度，马祖4度。以上地区的沿海空旷地区接近山区平地，有可能各降1到2度。湿冷是属于礼拜4晚上到礼拜5白天，那礼拜5的下半天晚上的时候会慢慢转干一点点，所以礼拜5的晚上或礼拜6的清晨，或是到礼拜天的清晨，特别要注意这个辐射冷却。什么时阵会落雪？气象局指出，只要气温继续降低，水汽配合，今仔日暗时加明仔载规天有机会落雪。寒流会伫礼拜1减弱，各地气温会小可回，暗过下礼拜2有一波强烈冷气团到位，天气佫会转寒。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3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美国、菲律宾、印尼入来的。国内也新增加一个英国变种病毒，这款变种病毒伫台湾已经有5个人染病啊。国内阁新增3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821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长期伫美国工作，1月初5回国，有坐机前3天检验阴性报告，入境时通知1月初4起有3个症状，伫机场接受采检后确诊。822甲823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甲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也拢有坐机前3天内检验阴性报告，2人分别伫1月初5甲初6接受检疫期满前采检，初7确诊。那已经掌握个案同班机前后2排座位旅客共1人了。那列居家隔离，2人没有症状也没有与他人接触，故无匡列接触者。订立1名浙江台商719例，防疫期是伫防疫旅馆，和另外1名共旅馆的德国境外移入确诊者感染。经过基因数值比对，2个人病毒同款，不过指挥中心讲，这2名确诊者互相无熟悉，动线无共，房间空调也无相通，2个人无透过环境污染接触的可能。我们也有调阅他们的监视器的画面，其实他们并没有出房门，那两岸之间呢，也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现在防疫旅馆数量越来越多。那时间也已经拉得很长久哈，当然需要有一些监督的一些机制去监测他们是不是都可以做得够好。另外，为了防止英国变种病毒，指挥中心自去年12月23开始要求英国入境者一律集中检疫，并且往前对10天拢总检验216人，其中791、92、93甲799例经过病毒基因数的比对，确定感染英国变种病毒。初7又增加804例，总计国内累计5个人感染变种病毒。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美国华府初六发生规模正大的暴动，也宣布宵禁12点钟。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本地要认证拜登做新总统，却因为 Trump 的支持者冲入去国会，害会议停止。众议院议长的 Pelosi 的办公室也被破坏，伫混乱当中，上无有4个人死亡，有60人被掠起来，甚至伫国会内面佫出现炸弹。 警方徛伫咧管理所在，夜情对准已经伫咧国会大门口的抗议民众，有一位示威者就徛伫咧墙的头前，下骹的民众一直发声，有一位撞入去国会女性示威者就情不幸死亡。国会大楼内面有人甲众议院议场的玻璃讲破，内面有夜情的执法人员请对准门口，因为现场拢是催泪瓦斯味，国会议员挂防毒面罩，并且疏散。华府宣布当地时间初六暗6点到初7的透早6点实施宵禁。What do you need? I'm good. I just 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伫初六认证选举人团选出民主党的拜登为后一任美国总统，不过无讲1点钟，进前伫咧沿路游行要去华府的川普的支持者就撞入去国会。The scenes of chaos at the Capitol do not reflect a true America. Do not represent who we are. No matter how good or bad that president is, it's not protest. It's insurrection. 拜登要求现任总统川普随发表电视谈话，不过伫咧同一个时间，川普一段影片伫咧 Facebook、Twitter 甲 YouTube 播出，真紧就被人踢落。Twitter 首先对伊提出警告，若果违反大文的规定，就永远停权。We don't want anybody hurt. It's a very tough period of time. This was a fraudulent election. We love you. You're very special. But go home and go home in peace. 川普早前推文讲，潘斯无勇气做保护国家甲宪政应该做的代志，也被删除。副总统潘斯已经明确甲川普讲，伊袂也无权力阻止国会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潘斯伫咧参议院的责任之一，就是伫咧国会联席会议正式宣布总统当选人拜登的选举人团得票数超过川普。另外，伫纽约有反川普的示威者上街头，希望川普接受总统选举的结果。不过，有真侪州出现挺川普的示威活动。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发声明，强调历史会记住这一天，也认为这是现任总统煽动所造成的结果。前总统克林顿也伫咧推特发文批评，冲入国会是侮辱美国的宪法甲国家的尊严。同款是共和党的美国前总统小布希是谴责冲入国会无接受选举结果，是建造共和国的反民主行为。国务卿蓬佩奥也谴责，讲希望对参加暴动的人提出诉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虽然美国国会受到民众暴动扰乱，美国国会初六是继续召开联席会议，认证总统当选人也就是拜登。共和党已经针对着亚利桑那州宾州的投票结果表示反对，不过却让予国会驳回。另外，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也出来了，2席全部拢是去予民主党提起，这也代表讲美国正是民主党的天下。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初六伫咧众议院召开联席会议，确认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初一透早正式认证民主党的拜登是总统大选的当选人，不过期间发生川普的支持者遭入来国会暴动的事件，甲定数拍断。经过几啊点钟的混乱了后，联席会议总算重新启动。由兼任参议议长的副总统潘斯继续来主持，伊嘛谴责川普的支持者透过暴力想要阻挡国会认证总统的结果。Today was a dark da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But thanks to the swift efforts of U.S. Capitol Police,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 enforcement, the violence was quelled. To those who wreaked havoc in our Capitol today, you did not win. Violence never wins. Freedom wins. And this is still the people's house. 根据联邦宪法，国会必须要照字母的顺序，一个一个确定各州的选举人票。议员会当伫咧过程当中，因为任何理由提出反对。这时阵联席会议暂停，参众2院个别辩论表决，反对要成立，必须要伫咧2院投票拢摕到简单多数，若无选举人票共款照算。共和党议员先针对亚利桑那州提出反对，不过分别予参议93比6，众议303比121驳回。所落来共和党议员对宾州提出反对。叫参议以92比7，众议282比13驳回。若是原本预计嘛，叫共和党提出来挑战的乔治亚州，却意外无人提出反对。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6, the nays are 93. The objection is not sustained. Mr. President, prior to the actions and events of today, we did, but following the events of today, it appears that some senators have withdrawn their objection. 而且在这时阵，美国乔治亚州举办联邦参议员的决选，两个关键席次分别去民主党候选人华诺克甲奥索夫摕到，嘛代表民主党伫2009年以后，头一届将压迫中甲国会参众两院的优势，民主党确定完全执政。意思就是讲，要伫咧1月20上任的拜登，到时阵袂面对去国会为难的状况。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中科院今仔日透早伫屏东九平基地试射飞弹成功，有风声讲是无限外悬的天宫系列防空飞弹。有专家分析讲，这回发射的除了是天宫系列以外，也有可能是射程超过2000公尺，通好直接攻击到中国北京的分防飞弹。不到2秒，飞弹位屏东九平基地发射，向45度角飞去，之后消失伫云层。中科院自去年底未一展开飞弹试射，今年选定初7，头一摆试射。根据发布的射击通报显示，中科院这个月有6天进行飞弹火炮试射，上弹弹道悬度是无限悬。专家研判，这摆飞弹试射可能是射程悬度70公里，天宫3种艇型防空飞弹。也是听讲真久的分防飞弹，它本身涂有这个隐形的涂料，可以飞到很远啊。当然，传说不同，那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飞到2000公里啊。那北京也应该圈在这个云峰的射击范围里面。宋条文强调，天宫3种型飞弹射程范围300公里。若讲这摆作战测试顺利，代表将会阵地量产，加上天宫3型飞弹量产，总计会生产2000粒。加爱国者飞弹系统，建构严密的防空网。咱国除了自制飞弹，也甲美国深化军事交流。行政院指出，蔡总统就任了后，美国在度对台军售总计187亿美金。伫国防自主、永远高教期有计135年完成66只目标，各人各做成果也陆续出来。中科院负责主要的工作，每年市商可达400亿元，可带动国内4000家整个企业发展，创造产值800亿元。中共军机继续交代，军事部亚出，这次一透早就弄入咱国防空设备区，空军2度公布管理。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专家分析，共机这摆交代应该是例行性的政府。根据统计，共机这个月已经进入咱国空协7天，空军20摆公布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时间今仔早起7点半，台湾甲美国用视讯的方式举行美台政治军事对话。这回参加的对象拢是双方的国防高层。这回议题也讲到军事武器配备，也有中国威胁等等的问题。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讲，坚挺台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驻联合国大使 Craft， 特别来访问台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透早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大规模逮捕反民主人士，并且伫声明最后宣布过去几日摆发声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虽然无讲日期，不过蓬佩奥表示，台湾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加发展民主政体，并且展现出一个自由的中国所会当达成的成就。川普政府卸任前继续卡掉台湾议题。台湾时间7点半，美国国务院政军叫助理国务卿库珀透过视讯方式甲台湾进行政治军事对话，外交部甲国防部官员拢有参与。国务院即摆罕见提早公开行程，显得比以往较关调，也引起中国强烈反弹。不过有关对话的内容，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无方便对外透露。那针对台美对话管道的具体细节，那外交部基于台美互信以及外交的默契，我们不便对外透露。未来我方将持续在现有的坚实良好基础之上，与美方就各项合作议题保持密切沟通。吴钊燮强调，对话顺利完成，台湾将继续甲美国就各项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防部表示，对话是2年来拢有举行。
这摆因为疫情改时程举行，国防部主要配合单位是军备局、战规署，拢是实务上相的合作加探讨，研究了解会吸到军售加中国威胁等议题。另外，美国国会参众初六停川普游行发生冲突事件，外交部也表示遗憾。美国华盛顿的特区国内山庄有发生了相关的冲突事件，外交部我们表达遗憾，我们也会持续的密切的关注相关的这个发展。另外，针对哥伦比亚地区实施宵禁咱国驻美国代表处已经发布紧急公告，提醒当地咱国民众提高更加注意安全，避免在宵禁期间外出。代表处将随时对住伫华府地区的咱国民众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云林斗六的河堡溪，有民众伫初六下晡发现讲溪水变做是红色的。环保局接到检举了后，也随开始追查，也随去抓到福保兴业公司伫咧排放废水。环保局也依照着水污染防治法，甲因罚2000万，也要求因着爱随来停工。云林县斗六市八德里的河尾溪水，伫咧初六下晡去用泥做红色的，范围有3-5公里遐长。民众发现了后，随向环保局来检举。10外的稽查人员顺水源头找到服务兴业公司，当场查到工厂当地排废水，依水务法18之1条、20条，处罚2000万，而且下令停工。他有发现他有2个储槽是违法的一个储槽，那废水就是从那边排放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依照水务法相关规定，那处以最高的罚金2000万，并且勒令他这个相关的一个制成的停工的部分。做防治泥料制停的服务兴业公司表示，因的废水处理拢有线顶的监控，初六伫咧处理红色泥料的过程当中，湿度的比例有较悬，才会造成废水较红。毋过其他的水温、pH 值等等的数据拢伫咧标准以内，会向环保局提出申诉。这个标准应该是有一些，他环保局有环保的人认定，像我们还会再跟他开会，就说违反摄度的标准，他要用什么样的开法？但是勒令停工或者是水污法的是8之1，或者是违反20，这2个我们都没有。环保局表示，这间工厂过去有2届违法排废水，叫云林县的环保局来处罚。这个稽查嘛有发现西楼排放废水去放楼底的状况，属于明显违规，已经针对放楼口欠水做来进行采样，差不多要10天至14天才有结果出来，后续会进行行政定数的裁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有一个线上的刷石业者，伊毋但咧共讨销，佮乱倒绘图。检察官甲警方初步去到山区勘查，发现讲规片拢是伊乱吞的绘图，这乌心值上无有趁1亿以上。虽然地检署甲宽问了后，依照着组织犯罪废弃物清理法顶罪，含线上的主嫌300万交保。怪手伫咧磕图，检警当场抓到，第一时间要求工人随冻困落车。警察啦，你小来来来。检警唔敢放令，原来伊当地甲废土用好平，画面的另外一边乌白道的废土是屯尾5站楼悬，山坡地差不多已经要变做大地。检方伫2020年5月份开始侦办调查，发现线上的主嫌，也标了真侪上市贵公司的建安工程表落来，承担清运土的作业。毋过上市了后，无送去合法的土资厂，所以甲这块废土再去苗栗的山区囤倒登去，甚至是甲土年会当用的土石经出来卖。现场共查扣怪手、砂石车、废弃物清理4联单、月报表、被害人支票正本等赃证物。寻后，全案将依违反恐吓取财、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为着避免去互查到，主嫌甚至是合法安排。警方指出，伊涉嫌甲当地真侪间运输公司来配合，分做工地土头、当废土所在土尾顶顶分工真有，一站一站把关。干那一个建案地当赚到500至1000万，一年赚要真亿。除了倒废土，伊个涉嫌暴力犯罪。因债务纠纷而遭宋姓主嫌等人殴打，并强迫签下支票。获报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红河这200项线上的主嫌经营刷石公司，捌担任苗栗前任议长的助理，伫咧地方的政商关系真好，嘛伫苗栗承包真侪间的建筑工地。检警第2日开始搜索，传出避开苗栗，甲由刑事局、新北甲桃园等等的其他单位警力来执行。这个乌白倒废土的案件，士林地检署嘛传讯被告甲相关嫌疑人总共37个人，想要得到交保也是请回。警方嘛扩大追查山坡地敢有囤其他废弃物入去，而且嘛查清楚敢有搁较侪涉案人。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马有推销集团利用里长的名义，甲里面扩来里长办公室，趁机会推销消防安全开关，一个竟然要7900外块。有民众买了后，感觉去互骗去啊！里长回来了后，发现讲是去互无名诈骗，警方认定这是一桩消费纠纷，落尾业者也同意退钱。台中市大理区李任里的办公室，消防器材公司的人先放鸦片，宣导使用雅素爱小心的鸦片，而且办抽奖活动。所落来，这人员就开始推销一个7900块的消防安全开关。里面想讲，伫里长办公室进行的说明会，安尼应该当相信。落尾有5个民众买，这寡推销人员嘛随摕产品去处理到。有咱看啦，甲动咧嘛断火，大家就讲较心动安尼啦。里长后来发现起互用假名来推销，嘛发现商品无任何的检验证明，随阻止里面盗窃，把他们阻挡住，我就喝阻他们说，你们这个东西直接去退货。不过警方接到报案，认定也无符合诈骗的条件。真实的那个公司行号的登记，所以没有诈骗的假冒的部分。不过消保官指出，消防安全开关爱有票检局的相关检验合格标章，违法买的人爱随落价，而且有犯商品检验法第6条，违法者限期无改正，主管机关票检局依法会当罚新台票1万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款，而且会当连续处罚。商品检验法的规定下去做处分，那个行政罚款。然后对于民众受损的部分，我们民众也可以请求业者做那个他赔偿。消保官提醒民众，这款推销的方法是利用短时间以内高强度的行销话术。面对来处理买这种产品，除了要确认敢是有检验合格标章，嘛要知影这是属于仿本产品。消费者7天内拢会当要求无条件退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中美博弈战是战无停。本地纽约证交所要甲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这3大电信业者落市，虽然一起是翻起翻倒，不过最后因也决定讲要甲这3间落市，因为股票对这个月10日开始停止交易。另外，中国的支付宝、腾讯也有可能放伫做是乌命大。美国川普政府得胜经济存无偌济，不过有关继续将技术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阻止这寡公司就美国的金融市场吸收资金。行政命令的签署是伫去年17月相信一波地区的是中国3大电信服务业者，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纽约证券交易所原本伫顶礼拜就同意财政部要求，将这3间中国公司除名，不过这礼拜一开始却改讲，政府行政命令无要求落市。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针对纽约证交所改变决定表达不满，所以佮转向同意将这3间中国业者除名。支持这项决定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等人指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上大的威胁。若讲否定这寡有军事背景的中国企业伫美国吸收资金，等于是用美国人的钱帮助敌人。不过，伫股市分析师的眼中，趁钱当然比国家安全重要。Even though China is a strategic rival, and even though all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are horrified by, for example, China rounding up opposition democracy activists in Hong Kong.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right policy for the US is to have healthy multilateral trade with China. We absolutely need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所以，上除了财政部外国大佬也咧过滤中国企业的军方背景了后，建议扩大黑名单，避点的也包括阿里巴巴甲所属的支付宝服务平台，甲中国上大的网络服务商腾讯。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香港警方昨掠走53名民主派人士，却引起国际批评。毋但英国有出声，欧盟也呼吁着要甲因放出来，若无者就要对中国制裁。就安尼，这阵民主派人士也陆陆续续摊下保释啊。另外，已经当咧坐监的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也因为牵连到颠覆国家政权罪，正是搁再受人审问。
有电体能靠手铐，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才来服刑。不过因为港警查拉个掠53名泛民派进士，黄之锋因为参加泛民初选个被掠。港媒报道，这是黄之锋第一摆砍下国安罪名，颠覆国家政权。其他被掠泛民派进士除了经立法会议员欧陆选，原本正伫酒店检疫隔离，被掠了后已经核准保释，继续伫酒店检疫，其他拢被关闭闸门。美籍人权律师关尚基切切已经先得到保释，其他人也陆续得到保释。And as we see right across the board, whether it's Xinjiang or whether it's the coronavir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lying through its teeth. We'll continue to live up to those commitments and live up to our historic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这摆港府大动作了，泛民派进士也引起国际谴责。英国外长拉布讲，这摆掠人是对香港政权甲自由这摆互人被听攻击。英国未要插香港人，后面也呼吁香港释放这被掠人，安若无会进一步制裁。et des libertés politiques qui sont protégées par la loi fondamentale de Hong Kong et aussi pa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les obligations et engagements internationaux de la Chine. Donc nous, comme Union européenne, appelons à la libération immédiate des personnes arrêtées. 我方跟国际社会同感震惊，并谴责任何压迫民主人权的恶霸行径。侨委会也呼吁确保香港民主自由继续沦丧，搁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中国无一丝丝好处。相关方面应该谨慎，安若无会遭受恶果。蔡英文总统也伫面切支持香港批评中国寡性加打压香港自由，呼吁全世界民主阵营的朋友斗阵来支持香港，为香港发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寒流已经来到维愈暗是愈冷，气象局表示讲，若阵温度加高水汽，阳明山甲大屯山地区有可能会落雪，特别是初七暗时啊到初八透早，拢真有机会。寒流落南，全台湾冷叽叽，阳明山顶悬雨嘛真大，佮加上风浸透，感觉真担心。因为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可能互阳明山会落雪，过到了已经有真侪民众去咧山顶，为着要身躯较烧热，真侪民众选择先浸温泉。逐礼拜来啦，有影今日足寒，所以爱来。来洗温泉，先说看会拄着落雪无？我咧等，咧等。浸温泉了，这个啉一烧汤，身躯搁较烧热。业者嘛讲，这波寒流有够寒，啊，毋过嘛，互山顶的生理变甲真好。空腹先泡完，然后再过来这边吃饭。对，有觉得很温暖。超温暖的。大家都会上去那个大屯山啊那边等着，想要看雪。对，然后如果看完雪之后，都会下来这边泡汤跟用餐。无像温泉区的人遐济，搁来大屯山的日子变休困区，因为落雨搁加上低温，有民众来山顶足雪，啊毋过下晡的温度抑搁无够低，连米雪拢无看到。今天来的时候，上面那个湿度过啊，但是温度不过。所以明天再来试看看。上礼拜有看到线，所以我们今天就赶快就过来看。可是我想看半夜才会下雪。啊，毋过气象局指出，这波寒流的低温，佮加上水汽真饱，而且包括大屯山顶的北部山区，上计暗时都有可能会落雪。啊，毋过若是落雪，为着预防车路结冰来造成事故，警方会看状况进行3阶段的交通管制。若是经过有落雪路段，车嘛一定爱加到雪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嘉义的义德是嘉义县生产渔业上界大的生产地区，但迄阵寒流已经造成一寡损害，这次又有另外一波寒流伫要来，当地渔民也烦恼讲受伤的鱼仔也未复原，今下个寒流伫要来，恐怕会造成另外一波损失。温度较高的地下水放落窟窿内底，惊寒鱼仔连面挖过来。渔民讲这是窟窿下底的地下水，要让窟窿的水温降上紧。那因为水伫个土地内底吼，伊温度是较悬的，啊，所以咱利用这个浅层地下水的部分，啊，甲抽起来做注入在我们原本的余温里面，那可以在这一个咱寒流的里面，会当维持那个水温不至于下降得太快。勇士渔民讲，下车寒流，嘉义县有一寡鱼仔去互伤着，目前也未恢复。第二波更较寒冷的寒流阁要来啊，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损失。毋但勇士渔业受影响，伫布袋当中的蚵仔浪，嘛因为东北季风带来海涌，嘛赶紧来采收蚵仔。啊，袂好，你嘛是爱采收啊，无你袂好，吼，你即马来啊降下雨，
拢无医啊！采收上起码准介绍好，对无？采收嘛要人轻我分啊。金高金，上济811斤，有够歹，我就讲当济心脏咧死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国内消费需求减少，政府为着避免鱼仔大出影响价销，去年就开放予渔民来收养。目前全国5800公顷的养殖面积，有1600公顷申请收养。渔民表示，政府虽然拢有呼吁爱注意御寒，但是雪落的天气若是予窟仔内底鱼仔袂较热，今年顶半年鱼仔的收成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去到议会，针对着3百种猪肉议题进行专案报告，宣布讲对今年7月初一开始，台北市的强制进口拍品商就要登录实在平台，公开猪肉的生产地，违规者会向罚钱。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去到市场视察台湾猪的标示，也趁着这个机会批评一寡业者，讲若准是趁机会甲台湾猪肉起价是无道德的行为。开放有来自美猪进口，行政院顶一日宣告，各县市是按住伫条例当中的来自零检出的规范是违宪，而且无效。毋过台北市议会通过全台湾头一件来猪条例实现的申请案，中央甲地方的法律基准是一定会做。若是台北市长郭文哲去议会就来猪的议题专案来报告，也是继续针对中央。这个已经不是食安问题，它更是管理跟沟通的问题。事实上，它本来是个科学问题，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纷纷扰扰，你想，谁执政谁就赞成，谁在野谁就反对，然后政党轮替以后，每个人换的位置就换了脑袋。行政院这边也都予以尊重，对于我们所做出的这些决定其实我们是有信心，认为这个是经过严谨程序，在法令上的攻防也是做过相当严密的这个推演。台北市的来自零检出驻地条例，副市长黄珊珊解释已经无效，目前间会当以中央的规范来执行，伫咧通路卖场设回来的专区来营业。若是伫咧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市长黄伟哲是带人去卖场视察国产猪肉的标示，针对最近传出店家因为改用国产猪肉来起价，伊认为无道德。店家要上价格要调涨，都用说我们用本国猪，那表示他们以前都用进口猪了。可是问题说以前的进口猪的消费量没有那么多啊，他表示有人说谎，那有人说谎就借这一波来发国难财。委提嘛，前往卖场内底餐厅都是检查，卡进菜单顶悬有使用到猪肉的菜色，拢有明确标示把品的来源，要让消费者会当安心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 Facebook 顶头有流传一则假消息，讲什么高雄医师工会提醒讲，高雄已经是武汉肺炎感染病例上介济，也就是第1名的城市。这消息也引起民众惊吓。高雄市医师工会也出来证明讲，这确实一则假消息。卫生局也已经找到乱传的民众，上当会当该罚到300万。并且最近咧流传类似消息，表示医师工会指出，高雄市新冠肺炎确诊数是第1名。不过这其实是假消息，因为高雄市目前境外移入病例是112例，无本土案例病例嘛是全国上侪。目前高雄市社区感染是0病例，并没有社区感染的这个危机，所以其实在网络媒体的这种传染，我们很担心造成我们民众的惊恐。所以这个一定要出来澄清。依照传染病防治法，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规定，散布疫情相关的不实谣言，对公众也是他人造成损害，就是违法，会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上悬300万的罚金。高雄市卫生局初7透早也表示，已经锁定散布谣言的民众。目前已经锁定了特定的对象，那在相关的市政完备的情形之下，目前已经进行了一连串的裁处跟移送的工作。那这个环节呢，目前是由司法机关这边进行后续的侦办。根据警政署刑事局统计，去年全国总共接到609件散布疫情谣言的案件，138件当咧侦办，总共471件，582人以上。高雄市卫生局提醒，假消息可能会造成防疫的困扰，民众千万唔通黑白散布无经过证实的消息，以免违反法规受到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争取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咱台湾奥运的羽毛球柔道培训团队总共一行23名已经出国参加国际比赛呀。体育署表示讲，一寡选手等来到台湾了后，也会进行居家检疫加训练方案。
香港无人的汤圆机场，羽球世界球后地主英青衫加团队成员穿红雨衫，准备坐飞机去泰国参赛。伊伫饭店隔离3天，采检阴性出关，总算初7会当离开房间去球场练球。另外，羽球一哥周天成、羽球王子王祖伟、上大的女杨王泽林，也甲团队到泰国准备参加2场公开赛甲2种总决赛。主要这4个团队都是黄金计划的一个选手。 也是我目前是奥运的安全名单的一个选手，所以我们才同意他们去做参赛。其他有些选手可能因为这个不是奥运的积分，我们就没有同意他。是奥运竞技选手要拼奥运积分，奥运柔道杯分队的杨永伟甲连定玲团队，也伫青衫分别为台湾甲日本去卡达参加11到13的2021杜哈柔道大师赛。除了连定玲赛后，当日本配合所属队伍检疫，其他选手将带伫一人7号处所各兼顾训练。戴志颖他的团队，他是单独的一个居家检疫跟训练，在同一个地点。周天成、王子伟跟李阳、王麒麟，他们会住在防疫的旅馆，再有专车到这个场馆去做训练。 国际疫情严重，防疫袂当放零。体育署讲，只有重要的奥运积分赛才会当放行。以体操为例，23月伫日本的挑战赛，因为日本疫情加重，甲教练团评估决定无出席，将拼5月底的亚锦赛。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才拄宣布，台湾是性别平等排名亚洲第1名的国家。所一个反对同志的民间团体，认为花莲化前国小甲运动场的跑道插座是绿色的彩径，是要推广同性恋。学校也驳回讲，这是一种设计利益，也千万唔通家己想家己对。 这是花莲县乡化前国小学生拢爱到拄啊完工的彩虹跑道去佚佗，也毋过这落实互反动团体、行会家庭学生联名上网批评，学校是提供价值教育学生同性恋文化，家长甲囡仔拢惊一条。你们喜欢这个彩色的跑道吗？喜欢。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没有。漂亮啊，很美啊，我觉得美。跟同性恋有会联想到？没有啊，小朋友怎么会有那个传说？学校表示，原本的 PU 跑道损害了后，伫去年改建，由老师及头脑决定用各种的色彩来代表学校无同价值，像红色是同学热情，黄色是卡球教育。关乎教育处也小天希望外界唔通用各样的眼光看待。这种颜色其实你很难去设定它代表某一种特定的意涵。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它是针对贴近我们学校愿景的彩色的跑道呢，在西部的县市呢，已经使用多年了，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可以增加在美学教育方面的领域，对学生在美感上呢有非常的帮助。另外，行会家庭学生联名无愿意接受访问，用书面发文继续支持学校应该爱无受任何性别运动团体影响。这个代志，未少网友也上网表达意见，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二战时期，日军伫屏东的邦寮有起一个石头营，即阵光电业者要起遐开发，所有文书团体跳出来阻挡，强调讲要保留这块土地。文书团体搁再表示讲，即个日军会利用假墓甲假庙当作是石头营的出入口，也呼吁光电业者要赶紧停工。行过山坡这片果子园，熊熊出现一个破破旧旧的石头墓，两个人做伙甲墓牌前的挂拍开，其实这是石头营的一个出入口。来攻击这个美军。文书、林书甲议员带民众来这搬去抗议。这位假扮美军的英国人 David， 伊住伫台东，对全世界二战危机真有兴趣。伊看过邦寮石头营了后，嘛希望政府爱保留。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his pl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it's not just Europe or the Pacific, like Okinawa or Saipan, which is important. This area in Taiwan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this area should be preserved. 赶快撤资这样子赶快离开这个访寮乡，让二战石头营能够把它保存完整。这个假墓干那会当互一个人能入去，下底的地涵因为有所在已经放弃，剩底30米。附近各有另外一座土地公庙，内底嘛藏一条通道。这里面包含了有司令部、观测所，然后还有机枪堡、炮阵地，
然后还有无数个坑道。金句林显耀这4档的调查，石头营有64位军事建筑，范围真大。目前，屏东县政府的文字调查还未煞。毋但有假墓假庙，内底日军起的地涵真长嘛真深，亲像是迷宫，会当通去无共的基庆堡。我请了总督府土木科技师来设计石头营整个的规划，所以石头营你看它所有的工时设计都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好。那水土保持、水土工程都弄得非常好，公司都做得非常好，因为它不是军队设计的，所以石头营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关心文书的民众发口号，希望投资供电的业者暂停。戴比嘛讲，伊想要开国际记者会，让全世界知影台湾有这么完整的二战危机。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台南今年是停止早当丢啊阴残恶水，嘉南大圳也无甲水流出来，也互关电的连角礁生态教育园区欠水用。为着要保护连角礁园区内面有5个池仔，因也想尽办法要甲补掉的，甚至是希望讲整修一个合法水井抽水来用。关田连角礁的园区来自台南地检署劳动役碳水会计协助清除水中的物件。未来这地点就是要做连角礁休困的所在。台南今年一期调做天冠休耕，嘉南大圳无放水，或这园区面临无水通用的问题。园区也只好着保其中5个水池抽水，搁整修一个合法的水井用来抽水。那干脆我们在前面。大家所看的那个赏鸟屋后面的这些栖地，我们就把它整个全部做翻耕，然后重新整理。那我们有留园区的核心区是给那个鸟作为栖息地的，所以水蛭以及小水鸭以及其他的候鸟都是栖息在我们的2期栖地。台南市连角礁冬季大调查，今年有1713只，比去年少18只。除了园区外口环境无好，欠水也是造成栖地减少受影响，种种原因搁互园区真烦恼。那我们有一些它因为干掉了，就是水蛭没有地方栖息，所以我们算出来的水蛭的数量就是比往年少了18只。是园区外的环境其实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好，那也他们的生存其实还是蛮苛刻，尤其是在面临到现在的气候变迁。今年无水，伊可能来，伊会足失望的，伊就袂早讲奇怪今年太无，嘛无法度，这是因为。旱情的关系，阮也没有地下水可以做利用，真的是没有办法。目前园区内底有连角礁水鸭这成分，拢客家5个生态池，希望引导过一摆危机。为了兼顾农民生产甲生态保育，农委会林务局为今年1月7日开始实施濒危物种生态给付，奖励农民实行友善耕作，也提悬在地居民加入友善环境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的口湖国中有一个风吹社团，伊按请专家来教囡仔安怎做风吹，进前阁伫全国的比赛摕到4个冠军，咱做伙来看卖。美丽风吹飞着天，这是云林县口湖国中风吹社团的作品。去年才开的社团，头一摆就伫秋季县长杯比赛摕到4个冠军。这个比赛状况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他们把在练习的时候的一些缺点都改正过来，所以才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包括平面小型、平面大型，还有多节小型、多节大型，我们4项都拿第1，也是团体的总冠军。对画图到白线，拢是学生亲身来做，甚至邀请退休的校长回来教学生囡仔，一步一卡印，学生也真骨力学。大家基础拢真实在。我觉得国中和国小风筝比赛最大的差别在于，很多事都要自己来。像是绑多节的提线，还要到现场制作。校长表示，这个放风吹比赛，除了运用课本学到的知识，上重要的是，让学生囡仔学到团队的合作。包括从材料的选择，还有那个竹子这个结构力学等，其实都跟我们的课程息息相关。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让学生学得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口湖伫沿海地区是练习放风吹真好的所在。透过合作，学生囡仔发挥上好的实力，摕到好成绩。希望因继续打拼，而且为当中学到更较侪道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南市的亚游国小，对今年9月开始实行民族实验教育。
教学。因也带学生囡仔行出教室，去到海边参访山林部落，将在地台语传统文化甲现代知识结合做伙，要互学生囡仔了解到家己的文化。现在的钓竿都有伸缩，对不对？我们以前没有。学生囡仔认真听文化老师教安怎拔鱼钓啊，这节课是海洋文化的民族课程，要让囡仔了解达有掠鱼、钓鱼的基本知识。弄好的时候，这个下面一样不变，把它勾起来。对，找个地方去把它勾起来。咱苏也有国小为今年9月开始实施民族教育，这阵学生来上课，除了学科以外，每礼拜会安排10节的民族教育课程，会当学到济和达有传统文化有关系课程。真正是因为咱的课本写的拢汉人的代志嘛，你有当时你连咧写石刻，因遐就毋捌见过石刻，就看无元宵节，因就无咧办这个节日啊，因的是因家己有飞鱼季啥物货，所以咱汉人的文化对于原住民的囡仔来讲，吼是较遥远的物件。以在地传统生活节庆安排学期活动，让学生会当对传统文化行，正做时间、空间、生活相结的民族教育模式。除了钓鱼，嘛去部落农场体验种植、采画、雕刻等等。亲像今仔日的课，教室是伫海边，要传给囡仔的是海洋民族重要的钓鱼知识。如果有鱼吃，会感觉到它会传到你的竿子哦。这里很浅。终于啊，大浪来了！也有国小的民族课程，嘛邀请在地居民、家长来担任文化老师，和文化真正做到代代传承的目标。其实我们小时候你在钓鱼的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鞋子、拖鞋可以穿，我们都打赤脚。那对，慢慢走哦，走在礁石上哦，慢慢走。也有国小实施民族教育，希望文化卖长紧。但是台东县政府教育处长林正宏表示，文化传承必须要用更加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耆老的记忆就认定说啊，这就是我们部落的文化。我觉得这样子是风险蛮大的，所以我才说在文化认同这件事情上面要很审慎。特别是部落文化形塑的时候，搞不好5个耆老、6个耆老之间，他们对于传承的记忆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思维。林正宏表示，咧办民族教育学校，千万唔通伤着急。除了部落耆老的经验传承以外，嘛当透过祭典仪式、歌谣传唱、豆豆啊建立，或者是重新认捌部落文化。即阵也有国小已经行伫咧民族教育这条路，除了要互咱所的囡仔知影家己的根，嘛要建立因的自信心。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讲到学校内面的补给课，爱安怎教囡仔才有兴趣呢？有一位台语老师教学生囡仔念客家版，互因来学台语，学生也感觉讲真趣味。这班4年的学生，大家拢手提3块板，对老师先学基本步，刷落来就会念词。其实这班学生3块板才学第3节课尔，有时嘛会无细字讲着手，不过囡仔刷愈学愈感觉趣味。足趣味的，啊嘛手有当时会去讲着真头啊，会足疼的，会早早起来啊练甲，互老爸老母讲足菜，才会收起来。古做花，啊炖古做，泡甲春红绿色鸡。生化大同国小的台语老师林国如教台语已经10几冬啊，伊会用3块板、歌戏、广告词等等无同的方式教台语。节奏性吼，也是一个活泼性，囡仔伫学吸收较紧。你若课堂安尼搭念讲吼，啊囡仔听甲拄久去。台东国小伫个较庄脚的所在，因为大多数囡仔甲阿公阿嬷住做伙，学校有7、8成的囡仔会晓讲台语，台语的环境算袂歹。学校有时安排学生体验乐田种麻仔，嘛会结合台语课。
透过林老师吼伫课程中，个来囡仔介绍讲，这麻仔伫阮生活是安怎生产的，这拢是伊伫上课的时阵会使介绍给囡仔知的。囡仔环境是安尼，是咱知影是一代一代一直切咧。我一早上课，我可以当全部拢用台语讲。即马1年入来，我可能爱叫他拖去。我讲的时伊听无，伊当硬去啊。林哥牛真烦恼，即马少年爸母拢袂甲囡仔讲台语，加在透过学校甲老师用心设计，生活中学台语。囡仔返去厝内会当甲阿公阿嬷加讲寡话，对双方拢是一项好代志。记者陈嘉文来为做台南报道。寒流来啊，寒死是明仔载气象来啊，做伙来看。北部地区对6度到9度，中部地区对9度到12度，南部地区对11度到17度。东部地区对8度到1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3度到1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间的时间咱再会。